工娘，动奇怪感觉诶。哎，大家经验改变。哦。唔是噶，人家就讲你到底係用扮演呐？機械狀五這樣的味，我愛到日夜做事，總得去困。只是太過分呢！你隻問題我想再幾位解決。哎，我問問啥咧？就我嘅計劃絕對唔會流虧。你普及漢度咖啡，家照顧好就冇事啦。條門險咧，還會得開你位。係啊，行撇條路啦。不管，我就係去接隻高友。農，你聽我講。乜家啦，好好，到底有乜解事？你好，中國。好聲音！喂，你好啊。我係牛跳條博士，係研究機械狀五嘅專家。你要叫我朋友嘅方法麼？哦，你這問題懂複雜無？聽我來啦。好好，三姑講完一下，我聽錯我真係叫你的。搶落來。是嗎？唔講我聽錯，叫叫記得。搶錯。你聽我講，我本人係阿布博士嘅助手。你俩就戇居，笑叫人家嚇嘅掉。聽呢個嚇腔掉。我同通親本阿布博士做來做信仰嘅狀五社課。嗌潮係啱字。社課本去變做機械狀五，踢彩過咧。
就安样，我留记海状元变做咧西口，恐吓照出阿布桑。博士，你呀！快嘞！不然你怎么录的？条线就系路面嘞，我该飞向机下说，道路面对安尼来讲下好。飞摊，西口做黑。娘爱飞摊的厉害。好险！走！就安样，我着闪过阿布博士，来到奇海上，西口做人的唱功，平静又快乐，以后共业又应业。阿布博士请到西口，又变战的木手，奇海状元。请问鸟跳屌博士有乜介好嘅么？你系西口嘅回复机关。回复机关，太好咧！安尼就叫记得啦，哈哈。哎，嘿嘿嘿。哎啊嘿嘿嘿嘿！哎，李片！救命！哎哎，两边，两边！哎，让你飞！龙龙，加入机关。西口，西口，啊，博士，
农农，食材是问你，天上爱了谁去叫阵来？博士，我就係是夢兒。聽少嗌，老兩街朋友叫咗嚟咧。哈哈，你該送俾你，我要阿布上道路條容易多。要跳跳博士，是夢兒。上來了。幫我用個殺。喊啊的！谁今天忙三跳，他们两个要做到几条？